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社会主体。这个社会主体简单来讲，就是由政府起厝税给民众，或者是由政府去承租人的人家厝，再个转税给民众。讲因为买厝的压力真大，所以有真侪民众拢会申请社会主体。高雄新起的社会主体凯旋青丘是245户，有超过3500户提出着申请，这个着冲率只有7%。若是抽考抽无到，要登记其他的社会主体，还阁等申请一届，造成着民众的困扰。所以有议员来建议，莫用抽考的，参考欧美国家改做轮候的制度，也就是登记轮流的方式。规大片落地窗，离客厅光线真好，入到房间设计嘛真简单。挖立方地高雄社会主体房间型真济，其中一房型。上加租金只要3900，所以讲自开放了后，就真侪乡亲提出申请，也毋过中签率敢若7%。其实房价越来越高了，对我们来讲说，社会住宅算是一种比较平价的选择。我第一次抽无价社宅的时候，我大概等了快2个月到3个月，然后凯旋青树它是2月开始受理申请，中间大概隔了快3到4个月，这个等待期间是还蛮长的，让我会觉得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。买厝压力较大，只好申请社会主体，因为为2月份申请，5月才留口啊。对租厝的人来讲，真正会真不安。若是无留到话，想要登记其他的社会主体，就要搁定申请。你每一次抽，然后又不好中，然后等待期又长，其实到后来渐渐就对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那么关注了。与其去增加抽签率，不如说在条款上面看怎么去修正。对于一个想要申请社宅的年轻人来说，他的人生必须要花半年的时间，一颗心悬在那里不上不下的。那我想，我们政府必须要提供更多的社会住宅，以及调整整个社宅申请的流程。造成民众不方便，所以讲高雄市议员嘛提出建议，变成说大家都要去上香拜拜，好像才能祈祷有一天可以抽中，完全没有一个优先顺序。所以我要建议的是，我们社宅是不是就改成轮候制会比较公平？根本之道还是在提升供给量了哈。那一方面，也许在某一些轮候制嘛，看怎么样的条件让它成立，有这个我们来研究了。因为目前社会主体数量还阁无够，加上种种原因，才会采取登记制。也毋过相关的单位嘛表示讲，有听到大家心声，会继续规划甲研究，和整个机制更较完善，唔通互民众等遮久，最后煞无留到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